正道今仔日正道的题目，尊荣亲像风，福乐亲像云，请曾牧师。咱要领受上帝圣经的话，但首先搁动心来祈祷。尊贵上帝，阮伫你的面前来敬拜你，愿恳求你用你的光，带阮脱离黑暗的世代。恳求你的圣神摇动阮的心，互阮会通听见上帝你的话，祝福阮无受搅扰，互阮安静亲像囝儿听老爸的教示。愿伫你面前将阮的耳孔、将阮的心摆在伫你面前，祝福阮听到你宝贝的话。愿安尼祈祷我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今仔日的题目是对约伯记第30章15节来得着。当我读到这句话时，我对心中真正非常的欢喜，也有真深的感触。所听兄弟姊妹，咱到某一个会，你有感觉你幸福吗？你感觉一生的着磨，你一生的辛苦，你感觉这个是你一生所要做的吗？如果能互咱过一摆的人生，请问你是不是愿意有愿过这种的人生？今仔日的圣经亲像一首诗，伊讲阳光亲像风，福乐亲像云。伊的意思就是人一生的名声、成就、财产，所有这的，拢亲像天顶咧飞的风云同款。上帝所听的教诲这囡仔，恁的人生拄拄开始，但是恁爱注意读圣经，因为有一日你会发现讲时间非常的紧，人生没有回头路。人的人生行过，无过有第二届的选择，搁再来，甲看电影无同款，你袂当重播。所听的弟兄们，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甲上帝祷，祝人生亲像风雨，但是求你互我有智慧，伫我要不要选择进前，你就互我智慧，通选择我。我一生到年老的时，我感觉上帝，我一生无冤枉，求你保守我的家庭。今仔日约伯所讲的这句话，非常值得咱深深思想，因为人生无定着，真真假假，人生亲像迷茫，人生嘛亲像风云。所以伫圣经中，有真多，包括对约伯记、对诗篇、对箴言，到传道书，所有的智慧的文学，这是千古不变。人生得到年老的反省。会当定来，袂当定来，拢伫遐咧追求讲，人的一生要做什么才是好？今咱所读的传道书第3章，其实整个传道书讲真多，伊咧讲起人生的过程，亲像捕风捉影。人生的过程亲像咧掠风，亲像咧捉迄个伫迄个电火条顶悬照落来迄个影。咱走愈紧，迄个影嘛走愈紧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来到这个上帝的面前，咱甲主祷讲：主求你的智慧入我的心。虽然我对人生也无真定着、真把握，但是求你教我算小家己的年日，互我得到智慧的心。求天父上帝帮助。其实传道书咱应该归本定读。因为咱若只有读其中的一句，咱感觉这本的传道书好亲像咧讲起人生亲像苦海，人生只有空虚的空虚，毋是。其实传道书咧讲，空虚的人生独独只有伫上帝的真道，就是上帝的话的内底。愚妄的人才会当忽然了解世间的人情世事以及上帝的事。
今咱所读的《传道书》第3章，就是一开始咱读的11咧讲起人的事、上帝的事。咱要怎样才做一个有智慧的人？所罗门伊伫第2章第31讲：我的心内斟酌咧想，我的心内斟酌咧想。我嘛用目睭紧紧咧看世间的所有的人，好人歹人，因的一生的终局到底是怎样？所罗门对心中问上帝一句话讲：我一生应该要做什么？这是一个幸福，这是一个圆满。兄弟姊妹，听上帝圣神对你讲的话，咱的一生应该做啥？到伫咱年老的时，你才会感觉讲，感谢上帝，伫我要不要选择的时，感谢你带我这条路，带我行这条路。我的人生无冤枉。兄弟姊妹，你的学历到你退休了后就无去啊，因为迄个学历就是咱就业中间的一个哪像记号，表示你有能力。你的社会地位嘛，因为你的退休就拢过去。但是有什么是咱到一生的路尾，无人会当咱夺取的？圣经讲，永存的生命冠冕。咱敢有认真的想，我的生命有什么是我要带去见上帝？到我一生的路尾，上帝要接纳我一生所做的事。原来伫主的面前，咱斟酌听传道书的话。这两句话无记载伫今仔日咱书会领书会所读的经文的内底，但是伊咧讲起捕风捉影。传道书出现大概7摆，咧讲到掠风。传道书第2章11节，伊讲：我看我一生手所做的，我嘛看我一生的成就，但是我才发现，我一生流汗流目屎，辛苦拼命所做一切，原来就是空虚。求天父上帝怜悯帮助咱，互咱无有一个人到咱年老的时讲：主啊，真冤枉！因为我一生所无用次所得到的，其实是空空掠风捉影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无空度咱的年日。咱感觉讲人生亲像做梦，拢是一场的空。主听咱的祈祷，互咱会当明白约伯伊这种的祈祷。兄弟姊妹，约伯到一生毋是讲冤枉空空。恁来重新读约伯记的时，请恁特别读约伯记上尾章41章上尾的2节。伊讲经过这苦难了后，上帝所予约伯的，超过伊一生原本迄个好业所有的财富。上帝阁加予约伯120岁。兄弟姊妹，咱来到主的面前，咱甲上帝讨讲：主，我无贪心，因为我是一个真平凡的人，但是我只有甲你求一项，求你我一生无行冤枉路，我到年老的时无吐气讲：哎呀，无采工。阳光亲像风，福禄亲像云。兄弟姊妹，咱还阁有机会，无论咱即摆几岁，咱应该认真把握甲上帝讨。主，互我伫你的面前，永远无行冤枉路。咱只有一摆的人生，老师有甲恁提醒，人生无回头路。到只有聪明的人，伊伫上帝的保守中间，从一而终。就讲伫少年的时候，上帝感动伊，将一个民望，将一个异象，或一个细汉囡仔，然后这个细汉囡仔对细汉到大人，伊一生所行的路，无定来。袂讲3年5年换一个职业，3年5年换一条路。伊是对少年伊明白无明白的事，上帝已经亲像咱的牧者，带咱行人生的道路。
兄弟姊妹，这是何等的幸福！求天父上帝帮助咱。一个真出名牧师捌甲恁分享过这句话：齐克果，伊是一个真好的基督徒，嘛是一个真有智慧的丹麦的哲学家。伊讲人生中间上重要的一个功课，就是认捌、明白一项你一生中间最宝贝的名望，找到一个你能够为之生、为之死的理想。少年人真重要，就是伫伊趁少年的时阵，伊的父母、伊的教会、伊的家庭，开伊的眼界，互这个囡仔有一种叫做高瞻远瞩，徛真悬的山会当看真远的人生。智慧的时大人，互囡仔有这种属灵的眼光。伊伫少年的时阵就找到。伊一生中间愿意用伊的生命时间去追找的一种的理想，咱嘛会当来讲一个名望。咱为着一个梦来活，咱嘛愿意为着一个有价值的梦来死。这就是齐克果所讲的代志。世间人有智慧，有什么人会当明白？伫你头前也未拄到的事，伫你人生最后终局到底是什么？所以今日牧师要邀请咱为着这个来祈祷，求天父上帝赏赐我一种高瞻远瞩的智慧，求天父上帝赏赐我一个开阔老练的态度。今日你读这段约伯的话，咱无用负面的思想来想讲，人生拢是空虚。所以我都毋免拍拼，因为看我拍拼嘛是空虚，毋是。咱毋是用消极，毋是用倒撇，反倒当用一种的开阔、老练的态度来面对上帝甲咱有比的人生。上帝的话就是咱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最重要，伊就是咧讲起，当人啊读上帝的话的时阵，伊就忽然顿悟、明白、了解。因为知识是人的经验，所以读册就是累积古早人所留落来的经历、经验。但是智慧，对也未有人类进前，也未创造天地进前，这个真理甲智慧就是上帝。上帝所赏赐，人才有智慧。求天父上帝带咱进入伊的话内底。箴言第2章第10节，叫做所罗门伊的家庭的祈祷。伊讲：主啊，求你的真道、你的智慧、你的真理进入我的心内，我就要因为你的智慧来得到知识，然后这个智慧要带来策略甲能力。箴言第2章11节有2种的翻译，伫旧的中文和合本的顶端翻译讲谋略。因为咱的上帝是行事有大能，谋事有大略。咱的上帝是一个有能力、智慧、所有一切完整的这种的真道。所以若军队伊的人，伊的人生就要有高瞻远瞩、真深的谋略。但是另外伫一本的思高的翻译啊，现代译本，伊该翻译做远见、眼光。因为上帝甲咱三个地地，咱就要忽然真做有想象力、有创造的能力、有智慧的人。求天顶的上帝对恁讲话，直到一生的落尾。恁阿们吗？恁愿意上帝的话真做恁一生的智慧，互恁的人生无受到侪人的迷惑、欺骗，伫侪的试探的中间，互遐个歹抵到咱跋倒。有真侪这种祈祷写伫圣经的中间，像就大笔讲，我无法度了解人的人生，独独只有当我进入上帝的圣殿，我忽然了解人生的终局。啊，这句话何等的宝贝！大笔讲，独独当我来到这个创造天地的上帝，
伊充满在这个圣殿的内底，我的目睭忽然金，我就发现人生的终局到底是什么？所罗门就是代表的囝，伊讲，伫人生世间的事，独独只有圣神的帮助，我才会通明白上帝的作为。我先甲恁陪伴，我先带恁读这句话：所罗门伊写传道书，毋是干那讲空虚。伊最重要讲，伫空虚的世代，我看见上帝奇妙所做的事。而且是永远存在的事，每一个人的死，世代的变化，上帝作为就空。这就是传道书上要紧，伊的铁学思想甲精神。保罗伊伫哥林多前书，今仔日咱所读的哥林多前书第11章，伊讲了足清楚。伊讲，当上帝的圣神踮伫人的内面。人叫我都明白上帝伊的事，然后也因为明白上帝的事，我就明白我家己人生的事。这是一个咱一生中间真宝贝的代志。我今仔日的领事真感动，因为这是伊家己一个人生的回顾，对伊细汉，对伊的妈妈，对伊所拄到的最基督徒的人生，用诗歌来回应。伊家己的人生，兄弟姊妹，你的生命的歌咧，你的生命的歌到底是什么？求天父上帝今仔日用伊的手摸着咱的心，咱在座每一个人，咱拢有一份靠无甲敬虔的心，咱甲上帝祷告，主求你帮助我，因为这毋是干那一个宗教的信仰尔。这是我活人生的期待。做人敢毋是为着要了解我一生会当安怎才会当幸福？所以保罗伫伊的中间讲，只有独到人内底的灵魂，伊才知影伊家己所经历到的代志。所以嘛，只有上帝的圣神，人才有到明白上帝的事。搁落去，保罗讲。我所领受的这个祝福，是对天降临充满伫我生命中间的信心。现在恁愿意伸出恁的双手伫上帝面前，甲上帝讲：请你进入我的生命，我要领受你的圣神的充满。求天父上帝，互咱读圣经，毋是对遮听入去，然后对遮出去。当咱听入去了，这个圣经就进入咱的心内，无一句话亲像咧单雷讲，所有每一句话拢唤起拄久的灵魂，互咱伫主的面前，句句拢对上帝讲阿门。主对咱讲话，咱对到今仔日的圣经，咱也袂阁重新读的进前，我要请一下你姊妹，你咧读这圣经的时，你会通对你家己问讲。今仔日上帝通过这个圣经咧对我讲什么？今仔日的圣经要给我什么种的智慧、祝福、帮助我？我咱今仔日咱有3个真要紧的信息甲祈祷。第一，咱无用刺刺，到咱一生的路过关，咱无一个人，包括你的囡仔，无一个人伫上帝的面前讲，阳光亲像风啊！真侪人爱听人拍破声，但是遐个婆婆太太的话，敢是真实的？福禄亲像云，伫空中咧飞，安怎你也拢抓袂着。兄弟姊妹，军队主耶稣最重要就是要领受，伫咱生命中间一项，无有任何人会当否定你的存在，迄叫做生命的冠冕。你愿意伫上帝手中来领受这种的祝福吗？耶稣讲：“我就是真理、活命甲道路。我就是真理、活命甲道路。”
兄弟姊妹，你愿意跟对主的主耶稣，行这条真理的道路、活命的道路，到一生的路尾嘛？世间人其实十个拢短视近利，恁同意吗？其实咱是有限的人，所以无论咱受过偌好的教育，咱的眼界永远非常的有限。食落饱稳当当，这古早人甲咱讲的话啊，就是讲你摸会到，你看会到，你摕到，迄才是你的。但是上帝不是安尼，所以保罗讲，我的上帝看似一无所有，却是样样都有；看似贫穷，却是富足；看似软弱，却是刚强。因为伊是我的上帝，伊是无起头无煞尾，伊的名叫做耶和华。兄弟姊妹，恁有听过这句话吗？既立当治天下利，求民应求万事民。你有当时可能听过，恁应该听过。因为最近有人咧讲，郝龙斌摕着100字，余右任写的，就是这两句：既立当治天下利，求民当求万事民。爱摕100度去找郭台铭，郭台铭就想讲，你摕100度，互我什么意思？就来敲电话。郝龙斌就讲，见面再说。伊用100字换6亿外的世博馆的建筑的费用，郝龙斌有巧无？伊咧暗示郭台铭讲，你若要求你的名声、地位、成就，你应该求迄种会当永久存留的物件。这句话是一个日本的铁路家所写，叫做伊藤博文。余右任感觉这个话讲了真好，所以余右任就写100度送给蒋经国。所以100度原来是调伫蒋经国的办公室，后来唔知安怎去流传去郝龙斌的手中，郝龙斌就甲转送，哇，真有智慧的人。今仔牧师无写字，互恁牧师读这字送，恁应该爱回馈给上帝，你要用恁的心来回馈上帝。传道书所罗门伊讲，上帝造万物，将美好；上帝造万物，将所有的美好放伫迄个中间。恁去回想伫创世纪中间每一日，上帝的创造了后，伊拢讲啥物？伊看伊所做的是好。所以上帝将伊的完美，将伊所有迄个了不起的迄个创作，放伫这个世间。搁有今仔日的圣经讲，将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里。白话字的圣经讲，将永远的观念放伫人的生命思想的中间。一个人若无永远的观念，伊就无法度通真正伫一生的中间选择一个真正有价值的。因为咱拢看目睭前，咱咧开车若到暗时，咱拢望望我的车开远灯有无？因为近灯常常若到老车的时，迄个电火拢可能就有甲无拢同款。咱的生命人生需要有一个永远的观念，因为这个永远的观念会互咱发现这样代志。上帝是一个永远的上帝，所以所罗门讲，因为安尼我才知，上帝所做的事拢永远存在。咱无一个人所做的事是永远存在。咱的课业、咱的事业、咱的肉体的健康，拢无永远的。多多少有一项物，就是咱的灵魂。这个生命内底的感情，甲上帝的圣性是永远的。咱因为这个永远的观念，咱在人生中间唔敢随便。咱因为永远的观念，所以在人生的中间，咱就谨慎谨慎，唔敢随便。上帝互咱看见伊的话，
最重要就是要互咱敬畏伊。所以上帝所创造万物的好，是为着要互世间人看见这个创造的上帝伊家己。求天父上帝帮咱通过咱的信，彼得讲，互恁通过恁的信心，通得到上帝所赏赐真实的愿望。这就是咱的信仰的老师对咱的祝福。永远，互主耶稣对四个我的上帝，互恁因为恁的信心甲愿望，拢得到上帝的成就。上帝将信心甲愿望放伫咱的家族，到代代无尽。主干咱三个弟弟，第二个祈祷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兄弟姊妹，咱为咱的囡仔祈祷也好。你讲主啊，我已经到这个岁啊，我无需要高瞻远瞩，我已经开始已经退休啊，所以我即摆退休就用用啦。毋是，当你咧顾孙咧陪伴孙仔的时，就是你的机会，就是你将上帝的光甲高瞻远瞩这种豁达的态度，放伫你的囡仔的时间开始。少年的时阵，你经营你的事业；但是到年老的时阵，上帝互你经营你的家族，将上帝的真道放伫你的囡仔的心内，毋是干那带伊去旅行，是带你的囡仔行人生的旅程，将上帝的真道放伫伊的内底，互咱的囡仔知影一项。今仔日你所流的汗，今仔日你所无用的、所着磨这辛苦，拢要成就上帝伊的美妙的计划。求天父上帝将伊的意念放伫咱的内底。恁会记得以赛亚讲，上帝的道路远过人的道路，上帝的念头远过人的念头。咱是正清用的人。咱的一生嘛无用正清用，但是独独伫上帝的面前，上帝甲咱提升，上帝甲咱放伫一个关山顶，伊甲咱讲：“我的孩子，你用你的眼睛去看我所创造的世界。”上帝将咱放伫十字架顶悬，对悬悬的十字架顶，咱就会当看到。这个世间，咱要明白一项代志，伫悬悬顶悬的十字架赢过这个世间。主帮助咱，互咱领受，因为咱所有智慧拢毋是对咱家己来，咱所有智慧拢是领受的，是上帝所赏赐生命的真道。愿咱通过圣经的话，咱明白两项事：第一，我所有智慧是为着要明白上帝的奥妙，伫这个天地中间，敢真正有一个神明，或者所有的宗教拢是欺骗，咧讲迄个根本就无存在的这风云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互咱明白，这个真光毋是欺骗。是要带人看见，这个真光背后创造永远存在的上帝。互咱因为认捌上帝，恁对人生的计划有无同款的选择？兄弟姊妹，因为咱认捌的上帝，所以咱的人生要有无同款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求圣神对咱讲话。教会的礼拜中间的讲道。最重要就是用圣神的帮助，带人读圣经。若毋是圣神对恁讲话，所做一切空空，哪像一个讲古讲落，听听就过去。主对恁讲话，用伊的圣神讲伊奥妙的事。这个另外这种的翻译，伊讲独独只有圣神将属灵的事。来讲解给属灵的人听，意思是讲，清气的人要听清气的话，就爱摕清气的杯啊来底。
人若无清气的心，就听无上帝的话；人若无清气的心，就看无上帝伊的存在。所以保罗讲，属灵的人才会通参透，才会当明白耶稣基督的思想，才会当明白圣经的假实。愿主对恁讲话，互讲的人、听的人，拢平平得到生命的祝福。主甲咱三个弟弟，互咱伫主的面前，最后咱得到圣神的帮助，有一个正确的心态，态度对了，你才会做对的事情。你捌听过这种话吗？一个人的态度若唔对，伊所行最后的终站，是一个错误的所在。都只有正确的态度。那安尼，伫今仔日约伯所讲的这个阳光亲像风，福禄亲像云，这句话中间需要用心中的态度来听、来了解、来生活。坦然、老练、宏观、积极。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甲上帝讨。无论我拄着什么种的情景，求天父上帝互我凡事拢老练。求天父上帝圣神，甲咱三个弟弟，将一个健康的态度，亲像活命的种子，种伫咱的心内。上帝话亲像一个种子伫咱的内面，伊就成长，各种水的态度。你叫伊真善美也好，你叫伊信望爱也好，上帝话互人因为伊的存在，所以彼得讲啊足水。伊讲上帝话是一种活泼的真道。英语讲 The Living Word， 就是活有活命上帝的话，是一个未朽坏的种子。咱咧夜测证上惊夜着拍麻的测证对无？夜甲规躯无彩工。咱咧夜测这个布条啊，上惊着夜着草籽，草籽甲种子连做伙，抠草就抠甲死。咱的人生嘛，上惊夜毋着种子，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因为上帝话永远存在。圣经讲，请听，圣经讲。上帝永远存在的道，就是福音，就是咱生命的好消息。安静咱的心，听上帝的话，咱同心来祈祷。亲爱的圣神，恳求你进入阮所听的兄弟姊妹因的心内。亲爱的圣神，阮邀请你。求你进入阮的囡仔因的生命中，无因为因年轻，反倒因为你圣神甲因三个弟弟，因都无互人看轻伊的年纪，特别伫言语、行为、听心、信心、性格的顶悬，做上帝你的记号，做帮助阮，互阮的教会真做一个福禄寿拢有。但是，更较要紧，有上帝你所想事永远的真道。我咱来恳求祈祷，我靠你的圣尊名，阿门。